安伫航空城铁尘湖的地区哦，长个整地，验国民众翕到蹲地基的土拢是乌土，反倒讲是受到污染的乌心土，嘛向议员定情。嘛，航空城工程处到现场乌土解释讲，这土是对鼻仔乌的，绝对无受到污染。民众用手机加拖远航空城，用朴实的土回填地基的画面翕落来，烦恼受污染的乌心土，嘛烦恼赶工课可能造成地基拍无在，影响中间的品质。有市议员接到民众的တင်情，请相关单位来回勘。5000里的安置结果呢？工程处在施工回填的土方是灰黑色的，到底是土方是什么土方？所以说非常的着急。议员要求落实工程品质，好好把关。针对民众烦恼土地用无清气的土肉回填，惊永年粪扫废弃物非法掩埋公害事件搁发生。航空城工程处嘛伫会勘的现场，当场恶互民众看。土是也是公共工程，是我们农水署的皮陶，所以那个土都是好土，没有掺杂一点垃圾或不适用的土壤。不好的土，我们航空处会把关，根本不会让它进来。航空城工程处表示，回填的土是为农水署所准备去公共工程来的，经过检验合格通过，无污染的问题嘛无毒。民众若是袂放心，会当以要求的地点采样送检，而且公告结果。另外讲到安置街库土肉杂种的问题，这是有一定的规范，杂种的程度爱达到80%以上，强调会严格来把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